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全新栏目《鱼志朋友圈》。此篇呢是一次特别篇，因为正逢中秋佳节，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就是月饼的味道，鱼知道。为什么选择用播音腔来讲述呢？就是这个没有啊，我会觉得在这个时候我会想我自己出来的内容稍微有趣味一点，不是千篇一律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瑜。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篇，这个主题呢叫做什么？但我觉得来点不一样的嘛。中秋节是6号，对，但你现在是2号的衣服，那咋了？那不影响我们吃月饼，对吧？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秋节是一定要吃月饼的，但是我这个长假在常州和泸州做演出，所以我也借此机会尝一下本地的月饼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会给你拿到2款月饼，你需要在尝完以后告诉我哪一款是常州的，哪一款是泸州的。如果你要全部回答正确，你就会解锁隐藏月饼盲盒哦。好，反正是1/2的概率。好，我们拿到了分别属于2个地方的月饼，一个是扁扁的圆圆的，一个有点像那个，它真的是月饼吗？它有点像甜品店里那种泡芙。没关系，我们先来尝一下啊。好，先说一下，一个是鲜肉月饼，然后一个是椒盐火腿月饼。那么此时此刻我应该思考的是常州的美食习惯以及泸州的美食习惯。算了，想不到。经过这一口的品鉴，这款月饼呢，味道刚入口会有那种椒盐的咸香味儿，然后越嚼它那种面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消散，取而代之的会是那种属于椒盐火腿味儿，它原本香味儿。想象中那种椒盐火腿的那种感觉它没有，它反而是很软糯，在越来越嚼到后面的时候，它会变得非常的软糯。我们来尝一下第2款，这个是什么？鲜肉月饼。鲜肉月饼，多鲜。像你一样。这个就好像很高兴见到你，有多高兴？大家尝一下。鲜肉月饼这个口感呢，如果我要给它找一个形容词的话，我会给它一个比较偏向小笼包的口感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？因为小笼包的口感就是软软的面，一会儿下去夹杂着肉汁，月饼呢材质的一个面食，夹杂着里边那个肉香，我会觉得它更香，它这个肉含量很大。好，那现在就是你要选哪一款是泸州的，哪一款是常州的。常州它属于江苏，而我也是江苏人，我觉得江苏人至少我那块很少吃鲜肉月饼，所以我会觉得这款椒盐火腿更偏向常州的一个美食习惯，而这款泸州的鲜肉算了，不分析了，我做出我的答案。椒盐火腿属于常州美食，鲜肉月饼属于泸州美食。天哪，我真是没想到，就是你这么一个简单的推理问题，天哪，完全错误。什么？不可能吧？你说这个是泸州的？对的。这个是常州的？对的。常州鲜肉月饼，它的全称叫苏式鲜肉月饼，或者是只有你可能小时候吃鲜肉的。对，我觉得只有我。天老爷。OK， 虽然你那个一个也没答对但是因为今天是中秋节，还是奖励你可以把这个盲盒开掉，好不好？我会给你3个标签，然后你现在每一个看完以后按照次序选。什么？给大家看一下。你要害我？白月亮。超管饱。来下一张，知识脑袋狂喜。好，我要这张。这个是知识脑袋狂喜，它用最朴实的包装装出了知识脑袋狂喜。看看，我觉得它一进口的口感就像它的外观一样硬硬的，但是越嚼之后，它里边那个馅它不是奶皮子和芝士嘛，
它那个奶香味就是越嚼越冲鼻腔，它整个口腔连带鼻腔都会被那种奶皮子的奶香味、芝士的那种甜味整个的就是冲掉。好，下一个还是有一个超管宝跟白月超管宝，你管这叫月饼？你管这个叫月饼？别超管饱了，我听这名儿我现在都有点饱。我觉得它在入口之后，它和其他月饼的包装以及用料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所以它会更多的有一种面包的口感，同时它那个黑糖的风味啊，就是你越嚼之后，它那个糖味儿就是独属于黑糖的那种，我会感觉它会有点像小时候那种甜。饼，它是一种很清香的甜，它不会像其他那种甜很冲鼻子，很一下能感受得到，它是那种逐渐回味的甜。它整个面饼包括中间的馅料，它那个用料啊，它会比较软软糯糯的感受。由于时间原因，我们现在马上就要出发去现场啦，但是刚刚我们吃剩下来的这些都会有我回来的时候全部都吃完，放心吧，不会浪费的。好啦，本期视频就要到这里结束喽。刚刚吃的那些月饼的风味仅代表我个人的口味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再去挑选选购。看过这个视频，大家和我就一起度过了这个中秋啦。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